新店县有几来的工会团体，伊今仔早起就号召民众去到县政府抗议，因认为讲政府开放有300种的美国猪肉入来，受伤害上介深的就是劳工、过来人甲囡仔。因也要求县长杨文科就要提出决心，拒绝有300种的猪肉。政府法官。 Q 抗议报条画口号，几来的劳工团体29号自早起来到新店县政府，要求政府针对产300种的美国猪肉开放进口，要定出驻地条例，坚持零检出，保障民众食品安全。我们为了养家糊口，我们薪水金非常的微薄，所以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。这来猪进口绝对是我们吃的最多，这样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，也危害了我们子女子孙后代的健康。产妇呢，她1个月的月子里面，她食用的内脏的比例非常的高。第1周她要吃猪肝，她要吃7副猪肝；接下来的3周她要吃21副的腰子。偏偏猪肝跟猪腰就是我们莱克多巴胺最容易累积的地方。面对真情民众，县长杨文科来到现场强调，新竹县已经有规定，未来县内贩卖的美国猪肉甲牛肉一律零检出，另外还要求业者设置贩卖专区。政策我们是希望它可以改变，纵使不能改变的话，我们也决定坚持我们新竹县的食安的自治条例，也就是零检出。保证全台有在地县市拟定驻地条例，要求零检出，这是不是改着中央的食品安全卫生法？说落来，恐惊需要进一步的讨论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